我姓張，叫做張仁文，退休人士嚟㗎。我香港過嚟嘅，牙就係大概係15年前啦，我就過咗去三藩市嗰邊住做嘢啊，以前我啲牙都 OK 嘅，好硬嘅。咁啊，但係佢過到可能啲水質問題，啲牙就唔得，成日就爛。而且嗰度啲醫生咧，喺美國嗰啲醫生咧，處理手法咧就唔一樣。一去到你話你牙痛，佢就同你剝咗叫你傷，嗰個斷，咁啊甩淨咧，就得呢度一隻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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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就係嗰4隻牙食嘢，都成10年，即係10年8年。咁啊一熱氣就痛，一熱氣就痛，好辛苦，痛到天光。啊咁啊退休啊翻嚟香港咧，話翻嚟見香港咁多嘢食，即係你係個人幾辛苦啦，幾慘我覺得。咁啊我喺度去問過幾間咧，都話啲牙骨牙骨唔得啊，唔係好得。咁啊香港嗰度又試過整個假牙，但我唔接受得到啲假牙套落去。咁啊後尾有個同朋友咧，佢話我以前有間睇過呢，就係呢間啊，曙光啊嘛。咁啊嚟到佢話睇過咧就都幾好咁樣，佢話介紹我咪打電話嚟問啦。咁啊佢又講咗點樣個流程啊，同埋佢哋會負責點樣保障我啦咁樣。即係我初都好驚嘅，攞咁多隻牙種咁多隻。咁佢話你放心啦，我同你做咗咧，我哋會即係留低你1晚喺呢度，有上邊住院部開個房俾你咧，我哋同你吊針，就係消炎啊、止痛啊、消腫啊嗰啲針咁樣。即係總之有間醫院喺度有個咁嘅，我就放心嚟做咯。手術佢嗰日我10點鐘嚟到，就約好晒啦。做咗唔夠2個鐘，應該12點鐘前就落咗7隻牙，一次過就種12隻牙腳。咁啊做埋個橋，咁啊上去病房嗰度。咁啊6點鐘6點鐘可以食粥食嘢啦，喺度住咗1晚咯，個傷口都唔痛，咁啊走啦，翻去係啊啲姑娘我好細心嘅，成日都打電話嚟問你點啊，有咩點樣啊，痛唔痛啊，有咩反應啊咁，一到時候叫你定期上嚟檢查，咁啊叫你上嚟，又好似安排啲車接送啊咁樣都幾好。我而家做咗4、5個月，肥咗20磅啦，即係食咗吸收到嗰啲嘢嘅人，又食得又吸收到，嗰個感覺啊，直頭好似話唔知解，即係鹹魚翻生咁啊！